佢係對個投資市場好似好熟悉，個鋪位市場好熟悉，但係其實呢，我可以講，佢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。所以我點解佢話愚蠢無知同埋低能呢？即係佢完全係漠視咗中央政府政策嘅改變，真係蠢到爆。其次呢，就係佢完全唔了解北上消費對香港經濟嘅產生嘅嚴重創傷，即係呢，佢根本唔了解國家政策之餘，更加唔了解我哋嘅鄰居深圳同埋大灣區呢個附近呢個區域，究竟對香港嘅消費帶嚟乜嘢巨大嘅衝擊？佢完全唔識㗎，佢個眼光咪就係睇香港啦，就係呢個鋪點啊，呢個成呢嘢佢好熟，跟住乜都唔識。佢嘅目光係非常之狹窄，淨係睇香港啊，完全唔理香港鄰近嘅地區嘅情況係點啊，唔意識到呢危機其實已經來臨。當然，仲有國內因為呢政策改變，樓價大跌，導致大陸人呢個消費力大減，根本冇可能再落嚟香港消費，撐得起香港嘅零售同埋服務業，佢完全唔知嘅。再加上佢唔了解乜鬼嘢叫網購，即係呢啲人呢，就係覺得自己好高尚啊，可能即係